继续要来讲生囝，唔单是女性的责任，男性更加要注意家己的食食。台北医学大学有一个上新的研究，讲常常食深海鱼的男性，像这个鲳仔鱼、红鲢鱼、旗鱼等等，这个体内累积的重金属相对的较侪，这会使得精糖的数目来减少，甚至影响到品质。医生讲，莫干那食一种的鱼仔，鱼仔都要换咧食，嘛要多多来摄取一寡维他命 A、E 甲 B6，安尼对要生囝有帮助。真水的油花，一片爱100块的蚵仔肠，荷人流喙烂，真 Q 的红鲢鱼，嘛是沙西米的热门首选。不过，食伫喙内幸福，恐惊是阻碍你求子的因素之一。依照台北医学大学最新的研究发现，讲分析8.4名平均年岁37岁男性的食食的习惯，血中的盐、甲水银浓度、甲精液品质做比对，其中14个男性的精液的品质相对有较歹，血中水银的浓度偏悬，因共同的特点就是因真接咧食大型的深海鱼啊。在海里面有低量的一种汞啊，那海水就有一点点。那现在就是我们就大鱼吃小鱼。然后小鱼吃虾子，虾子又在吃海草，1到100倍甚至上1000倍。我们精子的产生的时间比较久，你如果累积在身上久的话，它就是长期就受害。男性精糖的数量唔来减少，活动力嘛降低，伫分裂成长的过程中，嘛增加缺陷的风险。所以讲，建议民众除了讲1礼拜大型的深海鱼啊，莫食超过3摆以外，营养师嘛建议大家莫固定食一种鱼啊。比如说鳕鱼、鲑鱼啊，它们在生长的海域是不一样的，那可能在重金属上面的种类也会有所不同，所以我们会建议民众的话，其实是可以换着吃的。若想要求水的红仔宝，平常时嘛会使加食有米甲锌的精子类、甲五谷类，以及维他命 A 甲 B6，这对生殖能力拢有帮助。